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是台湾头一个专门协助含冤落脚民众甲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因即阵也当咧举办巡回公告书的活动，透过儿童绘本向家长含囡仔表达偏见可能会造成一个人含冤落脚的司法不公平。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很简单啊，凶手就是住在球球家旁边的大黑猫欧露露。儿童绘本的故事引起囡仔各种讨论。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透过故事当中因为偏见造成的误会，说明司法冤判的原因。在外面可以在外面生活，你突然被关到监狱里面，你会有什么感觉？伤心。很伤心。为什么伤心？无辜者行动联盟举办巡回公告书的活动，透过儿童绘本，希望家长甲囡仔了解偏见、歧视、无公正的态度，拢是造成司法冤判的重要原因。希望囡仔自细汉对这个问题的成因都有认捌，会当有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样议题还蛮特别的，然后我希望孩子，如果当在学校碰到什么的时候，也可以不要被误会，然后也不要随便去误会别人。所以就想说带他们来听听看。前年的时候开始在国小去做宣导，那今年是希望可以再把年龄层往下拉，就是透过比较诙谐易懂的方式，让孩子透过绘本，然后能够去想象一下被人冤枉是什么感觉。协助受到司法冤判的无辜者甲家庭的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表示，冤枉人的司法破决，即站也是不时的发生。因希望透过不断的教育甲宣导，减少无必要的歧视，嘛减轻无辜者甲因家属所面对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